大家好，我是谢雷，石金子。今天我们去平江路演出，很久没有去过了，而且今天是一场意义非凡的粉丝见面会。老粉应该都还记得，我去年年初去种的牙，用到现在1年半了，很好，没什么感觉。因为今天凡是来看演出的粉丝，都是去年看了我的视频之后，受到了鼓舞去种牙的。他们都很感激我，因为之前恐惧也好，种种原因拖了很多年，吃饭一直不舒服。大家要知道民以食为天，去年看到我种了，我也鼓励他们去种，所以今天这么一个见面会的话，我觉得是非常的暖心。这场演出我从去年暑假就开始想着要举办了，但是因为疫情一直拖到现在，今天终于要演出，所以非常的开心和激动。现在叫了个快车，因为小区里在改造嘛，我们的自己的车都开不出去，所以只能打车了。师傅也开不进来，我们现在要走到外面去。知道的是改造啊，不知道的以为是拆迁。啊，终于来了。这个天实在是太热了。青玉堂，我第一次。哇，你好，你在这里吗？东西可以放那边。所以是非常感谢能够带给咱们一程，那各位俺妈调到妈妈队，你也是相当于有文的，啥记得你才是一旦中到脑子的人。啊是，现在我讲中得不中，区别大得不得了。我告诉我，就是想你年纪轻嘛，不当心，当了上面吃的比较多，这脑子不就很多害。Later， 收这个封建药，他送不到。月落地，霜满天，江风雨后都为谁？高手身为黑身，一不终身。整场演出在1个小时左右，时间原因，所以我只剪了一小段。最后，小刘再次感谢每一位支持我们的粉丝，谢谢你们。